個性原來不優雅，而抱擁精神被策劃，小小口的親手將你綁架。你這顆心完全不驚訝，應該要上訴親口指證，你卻盲目道歉一聲。我這個玩家，哲學家，要怎麼去分真假？寧願離開，良心很不清醒。就隨便填寫不出求識提醒我是個垃圾作傷者。就隨便填寫情緒混亂到發醒，沉住氣不想你想呼吸去買餸，是我拒絕覺醒壞人一個，不顧一切改變一切，差一點一世。我這個性完全不高雅，應該要愉快珍惜一切，但用力直接撕毀。我這個玩家，哲學家，說太多也得謊話，寧願離開，來上演最任性。逃不出，求識提醒我是個垃圾作傷者，就隨便填寫情緒混亂到發醒，沉住氣不想你想呼吸去買餸，是我拒絕覺醒壞人一個。自認作被告，浪漫卻虛耗，愛到未放棄，也是算修補。就隨便填寫逃不出，琴聲提醒我是個垃圾，最不可惜。就隨便重寫情緒混亂到發醒，然後愛不到你想呼吸，說為何為我過分覺醒壞人一個。Ta-da-ta-ta, ta-ta-ta.